彰联教会吴景和牧师就任关怀牧师受职感恩礼拜开始，请奏乐。全地着摇花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摇花，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摇花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同心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184首，上帝听痛，哪会遐大？上帝啊，哪会
众请坐。咱做伙来祈祷，全能永活的上帝，天地主，万行的好事拢对你来。阮即碟伫遮组织，是为了我敬校牧师就任关怀牧师的感恩礼拜。上帝，你使你的独生囝，咱的耶稣基督伫遮，国话就天。显明上帝的公义甲仁爱，即马你要将你的福音传伫这个所在，需要真侪听甲关怀。咱做伙来感谢你，因为你拣选咱做你的奴仆，做你的使者。主，咱搁一摆，搁感谢。今仔日是为着我敬校牧师就任关怀牧师，是要成就即马主你交托咱的任务。主啊，咱满心感谢，因为你拣选咱做你的囝儿。即马搁一摆，阮将我的性命交托你的面前，因为恁交托我的使命是为即个土地，搁较侪人会使认捌你，互即个土地会使充满。福音伫阮这个土地，愿献上我的感谢，献上我的感恩。祈祷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性命来祈祷。阿门。咱搁一摆徛起来，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来个别咱的信仰。三个来，愿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实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电视界死，搁我。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搁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手术开力，不管伫万的事中做见证，直到主搁来。愿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愿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体，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无解的使者，是普世的，佮奠稳日本地，认同所有的自民，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万的记号。愿信人对上帝的恩典来悔改，做一下面。用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归荣光上帝。愿信上帝予人有尊严、才能以及香火，来有份伫伊的创造、负责任，甲伊三甲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的制度，也有文艺、科学，搁有追求精神的心。总是人有做误用这的因素，破坏人万物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要把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报，互受压制的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诚侪新创造的人，互世界诚侪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门。请坐。学了一世人，我要服侍主，请上联教会圣歌队。
咱来做领领受上帝的话，新约约翰福音15章16节，16节，毋是恁见我，是我见恁，搁设立恁，互恁去结果子，搁互恁的果子久长伫地，互恁伫我的名，无论对爸求什么，伊就互恁。第二位是去腓立比书第2章第1节到第5节。所以，若伫基督有甚物款面，也是有甚物仁爱的安慰，也是有甚物圣神的甚物交通，也是有甚物慈悲怜悯，恁着互我的欢喜充满，就是同心志、同仁爱，心神和合，心志专一。凡事无伫为着激动，也是为着空空的眼光来做，多多大家用谦逊的心。看别人较赢家伫本心，恁逐人无伫顾家己的事，也着顾别人的事，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做心。以上。讲到用有基督耶稣的心做心。请副议长，中会副议长施振东牧师。第位牧长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我牧养的教会，伫上年的聚会时，隆族伊爱唱一条诗歌，是日本的儿童歌谣，叫做《哈鲁阿基达》，就是春天来了。通过唱诗歌的时，大家拿做运动，遮有一条弹力带，拿唱诗歌，拿做运动。这条的旋律对咱在座的长辈可能真熟，不过唱完了，我甲伊改做咱的歌词。歌词内底讲，这个感谢主上帝，感谢主上帝，上帝大疼痛，疼痛伫咱所有兄弟姊妹中间。哈鲁哈鲁阿基达，多高伊基达，亚玛利基达，萨多利基达，诺尼摩基达。感谢主上帝，感谢主上帝，上帝大疼痛。听堂的传牧师，听堂的我牧师，听堂咱大家拍破眼光归有主。我特别选这条歌是有原因的，因为咱所敬仰的我牧师，煞接就要去到咱新庄社会福利中心来做关怀工，所以我把这条弹力带就送给你。宝剑镇英雄，祸送帝王家。我所听的兄弟，你配得这个宝剑哈！我甲我牧师的熟悉是对1995年到现今拄啊26年统。人生的岁月有一半时间会当相熟悉，做伙读神学，做伙伫上帝国度服侍。人生的快乐。就伫遮，甲边仔讲，人生的快乐就伫遮，人生的快乐就伫遮。咱的吴牧师真正是人才，伊安怎呢？伫2014年伫讨论岛的时咧，有写一条歌叫做《食饱未》，咱拢会三借问，借问啥？食饱未？问完食饱未，毋是要请你食饭尔，佫会甲你祝福，有4个祝福。第一，健康食饱哩；第二，亲像天顶的明星；第三，欢喜过日子；第四，一切拢会真顺利。请你甲边仔讲，一切拢会真顺利。来，一切拢真顺利。哇！祝福一是我唱诗歌，祝福二是通过食饱未。
各有对三的祝福吼，无三不成礼嘛吼。咱吴牧师咧，你若甲估过一个吴景和牧师吼，排行榜永远第一名的一条歌叫做《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上帝的恩典这么大，欢喜感谢是路我。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人生的希望拢伫这，上帝甲咱听命命。搁一届拍鼓啊！哦。这个上帝甲咱听命命，所以咱就安尼来行，阿门吗？阿门。这届我会当受托来做讲道，是我甲阮议长讨的啦。我讲议长，这个吼，吴牧师是我同创的26年的交情，啊无这届吼是第一区的中尉牧师，我先甲迄个洪牧师讲歹势吼，让我吼。啊，然后咧，诗歌我早就传遍遍啦，吼，就等今仔日，吼，我昨迫切祈祷，足惊陈时中甲咱宣布今仔日袂当聚会，咱拢有祈祷，阿妹吗？对，吼，真要紧，咱双年也停吼，全世界拢停啊啦，吼，好。今仔日经文呢，嘛是特别选的，因为咱知一般的教会聘一位牧师是会员合会投票。咱是团队，吼，去年底嘛才一场尔，今年初搁一场，有尾有头，安尼真圆满。所以咧是通过小会员投票。经文甲咱讲，毋是恁敬我，是我敬恁，无错。我牧师是通过小会员来敬的来投票。毋过咱知，所有拢伫上帝旨意，是主亲自竞选。阿门。所以上帝定着的。伊设立你，要互你做一项要紧的事，伫新庄社会福利中心来结果子。哇，若是安尼，人生的快乐就伫遮。顶礼拜，咱新南医有两位老师来退休，第一位是咱所敬听的陈淑芬老师，吼，伊是音乐的博士，伊用马家的话讲，伊讲啥？伊讲我心所疼惜的大神啊！我的青春拢献予你啊！哇！我听完足感动，足感动。景和牧师，你要比照办理无？哈！我心所爱的乡人啊，我的青春拢献予你。阿门。我相信每一个牧师受竞选、受设立，拢是用伊的青春、用伊的性命。来献伫遮，特别要献伫做了未听见福音的人，也要奉车去结做果子。第二段经文咧讲，所以着伫基督有啥物宽免，恁有啥物仁爱的安慰，也是有圣神的啥物交通，也是有啥物自卑怜悯。伫遮，我相信咱在座，咱拢是信仰的崇拜。咱真够甲人宽免，嘛真够安慰，嘛真够交通，咱嘛做最慈善的圣工，自卑甲怜悯。毋过咧，也通过今仔日的主题，用基督耶稣的心做心，互咱的眼目瞧正，是毋是拢有伫基督内底？所以，若是伫基督内底，所有的宽免，所有的安慰。所有的交通，所有的自卑怜悯，就会当互上帝欢喜，充满，搁再充满。我相信这个经验对咱在座做父母、做阿公阿嬷，你应该上有感受。咱到这个年过，你讲请食一顿大顿的，或是请你去出国去旅游，吼，真澎湃，真欢喜。毋过内底迄个心若无满意。那无欢喜，用即摆话叫做全部都是白搭的，就是啥？有迄个礼仪，却无迄个心；有迄个心，却无真正的行动，甚至咱无甲伊表达出来。
所以伫基督内底宽免、安慰、交通、慈悲甲怜悯，就会互上帝欢喜来充满，也是回应拄则经文，就结出果子了。毋过伫遮，保罗真知影人真有限，人真有限呢，所以特别提醒，就需要动心志、动忍耐、心神和合、心志专一。咱的议长伫伊中山教会咧做门徒训练，迄个双的实果双语，有一句 slogan， 伊讲啥？一样的心，一样的意，说一样的话，结一样的果子。咱相连的厉害拢知影吼。所以这段 slogan 是出自这段经文的，就是对这段经文当心志、当忍耐、心神和合、心志专一。所以若毋是共款的心、共款的意、讲共款的话，咱通常会听到讲，迄拢嘛是伊讲的，毋是我讲的，迄是伊要去做，毋是我同意的，有无？你讲这人哪拢安尼，拢安那马后炮，对不？台上说的一回事，台下做的又是另外一回事。求上帝怜悯，所以经文就真早甲咱提醒，知影咱真两正。除了这以外，伊个提醒两项事。无得为着激动，无得为着空空的眼光来做。咱教会有团契，有小组，有侪的组织。毋过咧，咱真无小心就会激动，咱真无小心就会安怎为着空空的眼光来做。我想这咱非常了解。我捌听过有一个人讲，牧师，自从我无做某物即位了，我日子都毋知要怎过呢？毋知即句话有讲到你的心内话无？咱在座有真侪年长的长辈，你退休啊，所以你的胃嘛向降去啊。毋过咱嘛爱思考，主啊，我只不过是受交托啊。主若要调我就无去啊。在位毋知有啥物意义。重点是我毋知捌留落来什么水的卡了，亲像咱拄则吴牧师有留落来遮水的歌，每一届唱，每一届听，心神跳跳，灵欢喜，听着歌的人，伊就得到祝福。若是安尼，咱无因为激动，无因为空空的眼光来做时，咱拢用谦逊的心，看别人较赢伫本心。所以我要甲咱讲，逐人拢是我的先拜。恁拢真优秀，所以看别人较赢伫本身时，咱就自然讲屈家家己。逐人无得顾家的事，也着顾别人的事。但我知咱相连毋若相三子以外，阁有即个新增福利中心。我会记我捌阁受邀请来咱相连教一届变魔术，变魔术迄届咱邀请我的即个主责同工特别甲我讲，牧师，希望通过你的即个温数来帮助阮会晓去传福音。我讲这共款，阳光拢归伫主。我嘛相信伫迄个所在，侪长辈，侪时代，甲伊讲耶稣听你，伊感觉真遥远。但是通过你对伊的关怀，通过你对伊的祝福，伊的心就柔软啊。然后通过你行到伊的家庭，就甲上帝稳定、听谈、甲好消息来报互伊知影。而且我要问咱一个秘册，伊只有2字，伊是名词，也是动词，也是进行式。伊是过去，是现在，也是未来。伊会活，阁会死。伊真活泼，也真恬静。毋知我讲完，有人知影这2字是啥物无？耶稣已经真接近啊！麦当解说是耶稣，耶稣毋是人名尔，伊是实在、今在、永在，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这位姊妹，甲你拍鼓啊！真好，是耶稣。我的答案是教会。我阁讲一解，看你听了感觉怎样？伊是名词，相连教会。伊是动词，相连一间会教导人，会晓来传福音，会当做见证的教会。阿门。好，
伊是进行式 ing 的。早前有一间相连教会，是过去式对无？我今仔日经过相连教会，拄啊有咧办一场特会，未来式，伫昨就期待，哇，明仔载伫咱相连教会有一场足大场的特会，我要带着欢喜的心前往参加，来祝福这间教会。你有发现过去、现在跟未来，伊会活，伊嘛会死。会活是因为大家同心合使。为什么伊会死？因为人结党为着空空的阳光，伫遐拼生死。伊真活泼，伊嘛真恬静。活泼的灵进入伫这中间，圣神大大运行。但是伊真恬静，有时伊的心嘛非常艰苦。求上帝怜悯，也求上帝帮助咱。拄则我讲到大神是陈秀文老师，各一位是孙宝林老师。伊伫遐特别讲一句话，对跩新学生，我嘛甲捡来对今仔日，无论是我牧师，还是咱所有兄弟姊妹，因为我知咱在座所有同工，你拢身兼数职，因为我本身捌伫咱双连做过新学生，我知开会对中昼开到暗时，佫开到8点、9点、10点，我捌有一届开到11点要12点。好，这拢是真辛苦的事。伊讲，若是你感觉真委屈、艰苦，请会记得上帝比你较委屈、艰苦搁较大。绝对毋是干你一人咧受委屈、受艰苦。当你家己感觉支离破碎，也许上帝奇妙的恩典就是动工的时刻。咱当然甲上帝讲，上帝哪会当苦难千万毋通临在。总是上帝若稳准将苦难临在，我相信上帝有伊美好的旨意。若是安尼，就又转来咱相连真重要的核心价值，毋知有人知影无？真理有根基，灵命有深度，恩赐有操练，生活有见证。阿们吗？我相信这毋是印伫周报内底，是我对新学生的年代就甲刻掉伫心内。所以今仔日为着下晡的讲道，我早起先预演一次啊！我就家己伫教会先搁讲一届。我嘛邀请我教会兄弟姊妹，恁有立志要结果子无？恁的真理毋知有根有基无？遐是大水来，哇，就倒坏真上重。你的灵命毋知有深度无？要讲深度，讲真诶，咱拢无够资格。毋过咱若无深度，咱就啥？拢是浅碟文化，温数有操练。我相信咱在座，大人拢足侪温数，我们可以互相 PK。不过这个温数通过操练是要啥？拄则讲的，毋是为着空空的阳光，这个温数是要互人看见耶稣基督。上落尾生活有见证，这个见证是伫每一天，伫逐时刻。基督徒有8项事。敬神爱人，天天读经，常常祷告，殷勤聚会，乐意奉献，领人归主，服务社会，维护生态。今仔日咱对逐教会来到相连来参加，等你搁一届登去你家己教会做礼拜，甲周报摕起来看，就印刷得很精美，馆顶的 logo 搁真水，大概如此而已。我赶快为着备办今仔日下晡的讲道，我搁摕一届甲伊看，主啊！毋知我本身，我牧养的教会，我所传的福音，是毋是有真正敬上帝、听人？我毋知有互上帝的话来成做我骹前的顶、路上的光无？我毋知有常常祈祷，甚至用骹头夫祈祷。我毋知有温群聚会，我毋知有甘心乐意的奉献无？我毋知有日日带人归主，我毋知有服务社会，佮维护生态。当我每一天拢抓基督心最心，我相信上帝教会的确要得到兴旺。当心来祈祷，主感谢你听从伫阮，伫过去、伫现在、伫到将来，愿上帝你的灵、你的温大大充满，带领我牧师，带领相连教会，带领整个的团队，荣光上帝，利益众人。祈祷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而且请起立，咱用圣诗443首愿打伫主圣殿来回应咱的领袖。也即请坐，誓约请中会议长叶启祥牧师来主持。亲爱兄弟姊妹，只是爱照着教会的规矩来设立吴景和牧师做上联教会同会牧师，担当主所交代的圣职，所以爱请要受奉立的牧师。甲同会信徒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誓约，先请吴牧师，请你起立来回答我所要问你的誓约的话。吴景和，你打要领受牧师重大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命也无？有，你有确信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的话，做你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据也无？有，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独以做主。既然教会中特定号的职务，就我靠伊来设法，你要安尼行也无？有。你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使徒圣经、尼西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个别也无？有。你愿意做上联教会同会的牧师，确信这是上帝的旨意，要忠心尽职传福音，一世人归荣光上帝，利益伊的圣会，你要安尼行也无？有。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话，实属以后你所信、所传、所行，若无照教会的教会法规，你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规则的裁决也无？有。这时请咱的同会的会员，咱
请咱起立，咱也来誓约。我代表中会，爱唤起同会的正信徒在，伫这个时阵，也是信徒忠心奉献、立志甲誓约的时。这点，请恁做伙来誓约，来回答我所问恁的话。恁有相信，说告别耶稣基督做主、做教会头也无？但恁已经聘请吴景和牧师做恁的牧师，恁有诚实、欢喜、接纳伊、敬重伊、疼痛伊、体贴伊、替伊祈祷，甲伊同工兴起上帝的国，所供给伊的需要，通互伊来利益教会。恁要安尼行也无？伊用上帝的道理来教示恁、劝勉恁、警戒恁、培养恁，才有法度料理教会。恁着谦卑来承受顺叹，恁要安尼行也无？关于保持教会特殊，双方若有失错，应该通知小会来说法，毋通四界褒扬。至到妨害教会的大局，恁要安尼行也无？各位兄弟，请坐，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我要感谢你，因为你有呼召我牧师来成做你的奴仆，这是我哩大的荣耀。亲像耶稣，你伫世间，几若千人军队里，你独独呼召12个门徒，可见这对你来看是千万人中的竞选。甚至当你要竞选门徒的时阵，你都爱规暝祈祷，因为对你来讲，要设立门徒是我哩要紧的事。愿感谢你。你要呼召着我牧师，互伊欢喜献身来做你的门徒，伫教会内面来服侍，成做牧师。我也相信，亲像早时你所呼召的门徒，你每一个人拢相属于官兵。我也确信你的相属，我牧师伫教会有官兵。照着疼兄弟姊妹得到官兵，照着好的教师来得到官兵，照着服侍教会来得到官兵。我也为着我牧师来祝福，互伊所行所做会通堪得，成做所有信徒的模范。亲像保罗伫圣经讲：“恁着学我，亲像我学基督。”互兄弟姊妹对伊的成就，知影要安怎来学基督。上时也为着我牧师来祝福伊甲主有美好的关系。逐日伫灵修的中间，甲主你有美好亲密的交陪，常常对你遐来领受着真理。也为着伊祝福，保守因全家同心服侍，不但是伊家己来服侍主，全家服侍，上时也互因全家来得到祝福。恳求上帝也帮助透过着今仔日的盛会，我牧师伫众人面前誓约要成做双联教会的团队的一员。恳求你，互因的牧养的团队，因为伊的加入，因的团队更较勇壮，更较有能力，更较有见证。也祝福双联教会伫这个双联的所在，会通大大兴起福音。互因的影响更较大，互侪人因为这间教会认捌福音，认罪悔改得救，对安尼上帝国来扩大。愿安尼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我来宣告，请咱会众起立，请咱所有人拢起立。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官兵，接纳你，我今后做双联教会的牧师，所通知正信徒知，牧师的职分甲官兵是照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交代你的。当你受设立做牧师，就照顾上帝教会的羊群。都无兴起上帝的国，就谨慎你本身的行为，以及你所驾驶的，就常常关心这个事，因为照安尼行，就要救你本身以及听你信息的人。阿门。各位兄弟，请坐。这是咱要请咱的特会员、本庄的牧师以及咱的长老来行握手礼，来接纳新任的牧师。退林的长老，退林的兵路。本堂的长老做准备，有退任的长老以及上任的名誉长老请来接纳。多谢大家一接纳就任书，请吴牧师先说介绍伊处理的人吼。若毋是上帝的恩典，无可能阁有一届机会，徛伫即个讲台来甲大家分享关于双联教会。伫我24岁时，第一届来到双联教会，来遮服侍，煞接了。伫我31岁时，我正做双联教会的神学生，搁一届倒来伫双联教会来遮服侍。伫我38岁时，受呼召为哪来教会，搁一届倒来伫双联教会。今年51岁，搁一届倒来伫咱双联教会，做伙来甲大家同工，甲大家服侍，要甲即个恩典来感谢上帝，因为我相信，今日我所活的我，无过是我的我，
这是咱叶启祥牧师一个真好的讲道。为什么我要安尼讲？是因为今日有侪人伫我的生命中间，甲我做伙行过我的人生。所以大家有份伫我的生命中间来支持、来鼓励、来栽培。特别我要感谢27年来上联教会对我做学生开始的支持，甲每一个牧师、每一个主任牧师，互我的鼓励、甲我的教导，我要特别多谢恁。也要多谢咱上联教会每一个会友，恁拢接纳我，有侪的缺点，侪的无够雅的所在，也有侪会当伫人生中间彼此来学习的所在。所以我要伫遮搁一摆来感谢咱上联教会每一个会友、每一个长职、每一个牧师对我的接纳。今日也要多谢咱伫咱中间侪为无共款的所在，伫咱做伙经历过人生的道路的内面，咱做伙为着福音的事工，咱做伙拍拼，做伙流目屎，咱的好朋友，咱做伙伫遮来参与。今日毋是我要就任，今日是咱每一个人参与伫我的内面，伫我的生命中间来陪伴我，咱做伙就任。所以各位亲爱兄弟姊妹，我真感谢上帝，互我伫人生的顶半场已经拍了。即阵51岁，准备进入人生的下半场。所以伫这个人生的下半场中间，佮需要大家继续为我牧师来代祷，继续有份伫我的服侍，继续甲我伫生命中间，咱做伙来同工。多谢大家。下面我要来感谢接在时间中间，诚做我上好的陪伴的我的亲人。我先来介绍我的丈人，甲我的丈母，潘世雄长老娘。我嘛来感谢陪我一世人伫牧会生涯内底，甲我做伙同工、做伙拍拼、做伙笑、做伙流目屎，我的牧师娘潘妙莲牧师娘，以及我两个囡仔子安 Joey 甲 Harry 子敬。啊，搁有今日最重要的中二选区，即个投票啊，伊可能无投就赶来啊，我的姐夫甲大姊，接着要来介绍，为我细汉开始伫信仰顶面不断地甲阮分享，特别伫我的生命条件，伫分享阮的家族是安怎信主，一直到今。我的三姐甲阿金，吴宗贤长老，接着我的小妹、我的小弟甲我的妹婿，但请恁做伙起立。啊，搁有我的阿姑萧明信长老，高田教会萧明信长老甲我姊。啊，搁我的阿姨萧美婉，啊，搁有我的小弟小妹，我拄有讲过，伫咱人生的每一段路站中间，拢有特别鼓励咱的人。我要特别来介绍我的干妈，嘉荣，请恁起立好无？树林教会，伫这边。我也要来介绍我一个真好的同工，就是咱台湾歌戏团，咱的团长以及咱的演员，咱请咱台湾歌戏团的刘南芳老师甲咱的演员，咱做伙起立好无？
咱来欢迎你，伫遐。将近20年的时间，阮伫福音内底借着歌戏来传福音，所以我嘛看到伫因的身上，因拢足好的分享，就是因感觉伫祈祷的时，牧师啊有圣神甲阮同在，牧师啊，我感觉信耶稣足好，我感觉即种的感受是每一个人拢会当经历的。所以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我嘛要多谢咱每一人伫我的生命中间，甲我做伙同工过的人。我想伫今日无法度一一来介绍，总是我要搁一届。感谢恁伫我的生命中间，甲我同行，亲像上帝派恁成做我的天使同款。多谢大家。敬上礼物大先请上联教会张宏德张老。台湾新南医陈冠宇下务长吼。教会公报社范兰婷社长，这次中会无啦吼，因为伊回国吼，多谢伊搁倒转来，吼，感谢伊搁倒转来。那叫礼物会后也会通相送祝电贺片请张美基长老、美基长老。今仔日足欢喜，节目长跟兄弟把时间来参加郭金和牧师就任少年教会关怀牧区的受祭感恩礼拜。阮有收到真侪来自各界甲教会的贺词，到昨为止，拢总有41封。我代表教会来读其中的3封的贺词，来表达教会的感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无法度全部拢读，毋望咱的兄弟甲牧长会当来谅解。头一封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祝词，伫主内衷心祝福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少年教会举行郭金和牧师就任关怀牧师受祭感恩礼拜。最主忠仆，最有良牧。愿上帝就是迄个5万的源头，因为恁对伊的信心，互恁充满逐款的喜乐、平安，互恁的5万藉着信心的溃烂，不断加添。罗马书15章13节。愿上主赐福，温上加温，力上加力。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第66届总会议长齐信德、总干事陈信良，凯全体总委一同敬贺。主后2022年1月9号。第2封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7册中会的贺词，恭祝少年教会举行牧师吴庆和就任关怀牧师派驻新庄社福中心受祭感恩礼拜，团队侍奉合一同心，社区蒙恩，教世复兴，逐人照所受的恩赐三福赛，做上帝百般稳定的管家。彼得前书4章10节。
着无有伫恁中间上帝有权，照着上帝旨意照顾因，毋是出伫勉强，是出伫甘愿，着做因的模范。彼得前书第5章第2到第3节，七切中会议长叶启祥总干事陈文钦，凯全体常委同工一同敬贺。主后2022年1月9号，第三方是台湾神学院的牧师，恭贺少年教会吴金和牧师、周灵关怀牧师受职感恩礼拜，恭祝中埔圣礼典、何主洪恩灵性会、弘日良牧主家勉。无有有权应未善，我感谢迄个互我气力的咱的主基督耶稣，因为伊掠我做中心，派我服侍伊。提摩太前书1章12节，台湾神学院董事长罗龙斌、议长蔡祖伦、凯全体的董事同工师生一同敬贺。主后2022年1月9号，谢书请主任牧师蔡正德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真感谢上帝，互咱伫即个所在组织。做伙来参与即个真要紧的即个礼拜，透过即个礼拜，互咱搁一遍搁新加入一个真好的同工。首先先来感谢今仔日所来到咱中间主持会议的这个特会员。第一位感谢咱的中会议长叶启祥牧师，透过伊帮助咱进行即个就任的礼拜。另外也真感谢副议长施金东牧师的讲道，伊是唱作俱佳，说的跟唱的一样好听，但是我是比吴牧师更加需要弹力带。咱感谢黄宝玉牧师的书会，以及苏家峰长老替咱祈祷，以及这个陈光宙长老的读圣经，特别也要感谢吴牧师，伊愿意对美国回来参与伫双年的事工，特别咱伫新庄要开拓一个新的分堂，这个过程中间真需要有同工来参与，也特别需要大家做伙来带导。我相信一个合一的群体，的确会当应光上帝，成做万民的祝福。希望讲，请各位兄弟姊妹，咱毋是干那今仔日来参与，也爱继续用恁的带导支持，互双年教会逐项事工拢有当顺利来推展，互双年教会真正是合伫上帝心意，会当应光上帝，祝福万民的一间教会。真感谢各位大家，多谢。不过我手头有双年教会为着咱阮是参与者的一个礼物，顶头有我牧师因的家庭的即个相片吼。会记得你咧食米的时阵、食饭的时阵，笑脸因替因即个家庭祈祷吼，顶头吼，暗人摕去凊彩送吼，爱日日为着因来代祷吼，爱会记哩，爱去领。你要刷了后，翕相的顺序伫顺序单下边吼，下边才会照即个1、2、3、4、5即个特殊来进行美记长老会来安排上行395首，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吟诗说，请我牧师来祝祷。
请咱犹原起来做额头来领受主耶稣上帝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因出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咱的人生中间，咱通用听三做伴，对这点到永世代无尽。阿门。